呢個係環繞緊一個人同地嘅關係，因為人一定要住屋。大家究竟係要一個家，定要一層樓？你有間屋咁樣係好大嘅、好靚嘅，你想要呢樣嘢啊？定話係一個好嘅一個家庭？成套戲好簡單，就係講一個錢字。每一個人究竟係咪需要去守大家嘅承諾咧？你而家出賣我喎，我冇咗30幾萬，我出唔到貨，我翻唔到身啊！都係我借啦。你咁樣係偷唔係借？如果唔係你嘅姐夫啊，我使周身債。你啱晒，你出賣朋友係應份，偷學校啲錢係天公地義。究竟乜嘢叫做啱？咩叫做錯咧？同埋最緊要係人心嘅轉變啦。因為呢套劇其實幾過癮，就係每一個人感覺都係好似好人。咁因為做生意好多時候啲手段有啲方式係唔係幾啱。咁所以每一個人啲角色都有自己表演空間。今次係100集啦，咁變咗就話嗰個演員嗰個歷程同埋嗰個壽命咧，就係長咗咁多咧，變咗比較仲複雜。喺未來嘅5年、10年，甚至乎下一個世紀，我要為中國人提供最好嘅民生設施。將全世界最理想嘅城市規劃融會一體，提供就業，一個市人接住一個，每一個都能夠自給自足，唔單止喺呢一度，甚至乎係全中國，喺全世界有中國嘅地方都可以實現我哋嘅夢想。無線電視以最強製作班底，以超過1億港元嘅投資，展開世紀性嘅浩大攝製過程。累積32年戲劇製作經驗，如今為下世紀戲劇製作創立典範。製作犀利啦！我哋走勻東南亞咁滯，我哋有廣州啊，有澳門啊，有台灣。咁啊，每一次去咧，我哋都幾乎全部劇裏邊嘅主要演員都會去嘅，因為發生嘅事件啊，各樣嘢都關乎到當地嘅，都係關於地產嘅發展啊，嗰樣。世紀劇集典範必然具備世紀演員陣容，演技爐火純青嘅金牌演員，加上90年代最當紅嘅年青偶像，劇力無限量爆發。可以參與一個跨世紀嘅100集嘅長劇，好開心。嘢俾我20幾年前買落㗎啦，等送俾你。而家變咗古董標啦。點解我哋咁 wrong timing？ Lisa， 係我錯，俾一次機會我。冇可能。Lisa 姐做阿媽啦，呢度係你我同爹哋一家人嘅屋企啊！你俾我天真啲咁諗，有一日你會翻嚟啊！咁我相信喺佢身上面會學到好多嘢。感情嗰方面咧，喺呢套劇咧，我就會同阿蔡少芬啦，同阿羅嘉良有啲激情嘅戲啦，都覺得 OK 啦 ，handle 到咯。最難度高嘅咧就係要跳舞啦，有一場戲就係喺廣州嗰拍，跳啲好熱舞啊，好扭擰啊咁樣，希望可以吸引晒全場嗰啲人啊咁樣嗰啲戲，咁我覺得好難做。今次我最主要同我嘅 partner 咧就係羅嘉良啦，蔡少芬佢之前嘅女朋友啊，佢之後嘅女朋友啦，咁開頭都會諗下會唔會有啲問題，因為大家始終係合作過默契方面，咁但係開咗工個零禮拜，大家已經好熟啦。咁啊，我鄭米山咧就嗰個戀情咧比較特別啲嘅，係啲類似 one night stand 嘅感覺。你聽我講啊，不過真係我將你殺你㗎！如果唔會就唔會啦，你唔好理我啦。我就係你㗎，你明唔明？我殺你死啊！我會同阿嘉良一齊一 pair 啦，我會同阿吳奇隆一 pair 啦，我會同黃敏德一 pair。如果我媽咪同埋你爹哋真係結婚嘅話，咁點啊？咁我哋咪變咗兩兄妹咯，唔係兩姊弟喎。你嫁俾我好唔好啊 ？I will love you forever。咁同 Flora 一開始少少就冇㗎啦，跟住就同 Maggie 開始。我今晚唔想翻屋企。你 sure？啲對手係啲感覺、啲反應咧，臨場就可以感受到嘅。咁所以個感覺幾好，幾得意咯。我個角色係做一個 PR，好假嘅一個人，但係佢係真實存在。我淨係想知道，究竟頭先全場有冇人知道我哋男朋友㗎？頭先我一路喺度做緊嘢啊，仲有我覺得呢啲人唔需要刻意介紹。我就係知道我成晚好戇居咁企喺度。Tina， 我做嘢。我同撈家有一場戲我自己都好中意嘅。你而家一個氹推我落另一個氹，你拗得贏我可以救到你阿媽咩？攞嚟，呢筆錢係咩？你借俾我啊，定你朋友啊？佢要逼到我去到絕路嗰陣時，跟住就去收佢啲黑錢，你自己諗清楚。點？筆錢可唔可以當你借俾我啊？
你答我啊！咁咪呢一場戲就好突顯到兩個角色嘅分歧，好有趣味性。其實一路以嚟咧，我接咗呢一個100集嘅長劇啦，一路抱住個心態咧就係盡量享受同戲裏邊每一個演員嘅相處。其中有一場戲咧，我要鬧家良啊！你可唔可以唔好再用咁嘅態度對人啊？Helen 都係關心你，就係為咗你頻頻撲撲食都冇啖好食，瞓又冇覺好瞓。天使嘅係我自己敏感啫。你唔好再幫佢講説話啦，因為其實我角色咧係唔會鬧人嘅，但係要處理到一個唔會鬧人嘅人點樣去鬧人。我唔該你唔好再連累你身邊嘅人，尤其是係 Helen 啊。咁大家都會去諗下，應該喺戲裏邊大家應該點樣去演繹，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火花？我諗係由我哋嘅生活開始咯。創新劇情、世紀陣容，凝聚超強劇力。8集嘅長劇係真係好經典嘅，對我嚟講都係一個新挑戰。每一場嘅難度都好高嘅，要將呢個角色去控制佢嘅情緒咧，控制得好好先得。我有少少感覺自己係一個新人，真係要好小心去諗下點樣去演咯。我自己嘅成個角色嘅起伏咧係好大，開頭好正派，中後段會係變咗反派。做呢套戲嘅難處亦都喺呢一度。幾難度高啦，因為我從來未試過喺人面前跳呢啲舞，我覺得有啲緊張。咁我都抱住一個新人嘅一個態度學習啦。100集長劇，超強劇力，連環緊扣，創造1世紀精彩。我希望大家真係睇下咯，可唔可以將自己做到你係我最好嘅朋友嘅路上。一啲新嘅火花，你預計唔到嘅。觀眾可能都會渴望咁嘅方式嚟演出啦。已經有咁多個好嘅演員，呢個誠意已經係好足夠。老中青全部都係啲咁即係好 fit 嘅演員啦。睇住 BB 啊！睇住 BB 啊！你哋一定要睇係你嘅選擇。好嘢嚟㗎，留意下。你玩唔死我哋仲有排玩。你放長雙眼睇住啊！長江後浪推前浪，真係有咁一日，我會戥你阿爸開心。我只不過唔想逼我個老友去做一啲佢自己唔想做嘅嘢啊！呢個世界笑貧不笑娼，你唔想俾人踩嘅就唯有行翻第一步啊嘛！如果可以嘅話，我寧願將以前嘅嘢當咩事都冇發生過，好似以前咁樣打3兄弟簡簡單單咁生活。逼到佢咁盡，我驚佢咩都做得出啦。信我，亦都信阿彪，佢一定冇回頭，我一定唔會有事。有名有利有財有勢咁又點？係咪真係咁重要？重要到傷害身邊嘅人，我哋使乜同佢道歉啊？你錯夠未啊？阿哥，你走先！如果你覺得係死於非命嘅話，呢個兇手一定係葉明添。如果你同阿添自相殘殺係因為我嘅，我寧願我揀原諒你啊！我哋將所有嘢抹晒佢，我哋3兄弟由頭嚟過好唔好啊？彪，佢一唔死，我一日都會留翻條命，我一定要睇住佢死先。創世紀即將推出。